立法院审查儿童托育服务法的这个草案，这立委甲民间团体就来就是讲，这个法案呢，就是根据幼儿教育也有照顾法等等来设的。这树头原底就已经徛无在啊，所以即马所生出来儿童法，恐惊也是无通解决问题。幼儿园托育中心不同对待案，定出现社会新闻版面。行政院初步确定，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将2岁以下幼儿托育单独立法，再以维权委员启动特调审查。发生之后，我们都是几乎处于一种求助无门的状态。教育局那边独立做他们的调查，那我们也不太能够参与，也没有跟我们去讨论那个调查的进度啊，或是过程什么的。家长看到囡仔的状况真唔甘，所以真派监督调查状况。根据了解，即马囡仔的虐待相关违法事件处理机制是根据2023年实施的新版幼儿教育甲照顾法。参教保服务人员条例，即马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也搁参考相关处理机制，引起立委反魂，甲民间团体积极，恐惊将法规的看胖也同齐列入。当你今天的思维是我只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完，这件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制式化，就是有个交代而已。但事实上并不是，我们需要家长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各界目前烦恼，行政院目前版本调查机制恐惊会有高大看胖，包括无通知家长相关的流程规范处理过程，应该提供儿童保护甲资源，目前无规范。儿童家长无法度处理调查报告甲将期末的决期，另外家长无申复也是申诉管道，以及违法行为前公布期间无定，所以化成主管机关爱改善。各方对于这个部分，特别是有关调查的部分还有一些不同意见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倾听各方给我们的指教。目前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定案版本还未出来，不过因为法案针对的是0到2岁加年龄的幼童，各界希望主管机关更加谨慎，阻止违宪的代志发生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